电视怎么都没有反应啊？是不是坏掉了？应该没有坏掉啊，是刚好停电了啦。不，那一段是最精彩的地方哎，怎么会这样啦？港妹，安静，你不要吵哦。没关系啦，港妹，只是挺天累，等一下电就会来啦。可是现在都没有电视可以看，好无聊哦。要有耐心嘛。不对，如果挺天累，那我冰箱里的食物会不会坏掉啊？对耶，如果坏掉的话，我们的晚餐怎么办呢？坏掉的话，我们就去对面的牛排馆吃牛排呀。跟你们说，那边有沙拉吧、饮料，跟我最喜欢的蛋糕哦。电回来了！太棒了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去准备晚餐了。今天还是在家里吃吧。不，我的牛排飞了。挺天累，停电了。台风来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挺天、停电。那港妹，你有遇过挺天吗？当然有啊，挺天嘞，电视不能看，冷气也不能吹，而且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是啊，黑漆漆的，什么事都不能做，真的好不方便哦。挺天累，停电了。挺天累，停电了，这句客家话学起来了吗？挺天嘞，学会了，厉害哟！那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，张伟亮。